好多謝頭先鐘教授用咗好多唔同嘅聖經就講到聖經對人嗰個嘅提醒。嗱，我哋知道基督教咧係一個好着重聖經嘅宗教。其實基督教並不是一個宗教，宗教係咩咧？宗教係人去揾或者製造一個上帝嚟去拜拜。所以非洲嘅土人一樣會揾嚿石頭、揾嚿木頭去拜拜，呢啲叫做宗教，係人去揾神或者人去製造神。基督教唔係一個宗教，雖然喺世界嘅幾大宗教裏邊，基督教有份。基督教點解唔係宗教呢？因為基督教唔係人去揾上帝，係上帝嚟揾人，係上帝嚟尋找我哋。我哋因為基督教嘅神，呢位創造萬有嘅神，呢位自有永有嘅神，雖然佢冇口，但係佢可以講嘢。上帝係透過聖經嚟向人傳講究竟佢係邊一位，佢係點樣嘅一位嘅上帝。所以聖經係好重要，因為聖經就係神對人嘅啟示。我哋知道手上嘅中文聖經係由40多位嘅作者經過咗1600年嘅時間，將新舊約聖經咧係寫成嘅。由摩西公元前1500年到約翰寫啟示錄主後100年，所以經歷係1600年嘅時間，40多位嘅作者寫成新舊約聖經。舊約聖經咧一共有39卷書，新約聖經咧就有27卷，而全本嘅聖經就應該加為係等於66卷啦，即係39加27。咁而舊約聖經最後一本書咧喺公元前400年所寫成嘅，叫做馬拉基書。而新約聖經最後嗰本書咧就係公元後，即係主後90年所寫成嘅。所以如果你睇舊約聖經嘅時候咧，中文嘅聖經咧係分為摩西五經啦、歷史書啦、詩歌智慧書同埋先知書。喺呢4部分嘅聖經裏邊咧，一陣間咧我哋會喺先知書裏邊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本書就叫做以賽亞書，就係呢一個舊約聖經嘅以賽亞書。我哋會從以賽亞呢本書咧去睇一睇聖經嘅可靠性。嗱，過去嘅2000年，聖經係咪可信呢？由古至今，聖經可信性嘅面對咗大大小小嘅挑戰。既然聖經對基督教係好重要，今日我會從一個具體有實體嘅觀點去睇聖經嘅可信性，或者我哋會從聖經嘅抄卷嘅問題去睇呢個問題。我哋今日手上嘅中文或者英文聖經呢，就係從希伯來文同埋希臘文嘅抄卷翻譯過嚟嘅，所以中文嘅舊約聖經咧係希伯來文嘅抄卷翻譯過嚟，新約就係希臘文嘅抄卷翻譯過嚟嘅。剛才我哋提到舊約聖經有39本書，亦都有4個部分。咁咧，我哋舊約聖經裏邊要睇呢本咧就係以賽亞書，佢係舊約先知書裏邊一本好重要嘅書。咁究竟呢本書係咩時候寫成呢？按住以賽亞書1章1節，佢話當烏西亞、約旦、亞哈斯、希西家作猶大王嘅時候，亞摩斯嘅兒子以賽亞得到默示，論到猶大同埋耶路撒冷。嗱，按住歷史學家嘅研究，
呢啲嘅皇帝啊，4位嘅皇帝烏西亞、約旦、亞哈斯同埋希西家咧，應該係喺主前咧，大概第8世紀嘅時候，呢4位皇帝嘅出現。所以我哋可以粗略嘅估計，當以賽亞寫呢個以賽亞書嘅時候，大概應該係喺公元前740或者700年宣講同埋寫下呢個預言。嗱，公元前咧，你要知道咧係倒數嘅啊，所以係740到700年呢段嘅時間寫成。嗱，我提到咧，剛才中文聖經係從希伯來文嘅抄卷翻譯過嚟嘅，翻譯全本舊約聖經嘅，按住一份嘅抄卷就係叫做 Leningrad Codex。Leningrad 咧即係列寧格勒，即係蘇聯嘅俄羅斯嘅列寧格勒嗰個抄卷啊，叫做 Leningrad Codex。咁咧最容易記嘅咧，學者咧就俾佢一個叫做 B19 啊。如果當中我哋有朋友你剔維他命 B 嘅話咧，你記得 B19 咧就係呢份抄卷啦。所以今日嘅舊約聖經啊，39卷嘅舊約聖經咧，中英文聖經都係按住呢一個 B19 呢一個抄卷翻譯出嚟嘅。呢個抄卷咧係喺主後啊，即係公元1008年嘅時候咧，佢係一份完整嘅新舊約聖經嘅抄卷。所以今日所有舊約聖經都係呢個 B19 嗰度咧，按住呢個抄卷翻過嚟嘅。咁佢呢個抄卷嘅年歷咧，應該係公元1008年。嗱，咁你記住呢個數字。頭先我講馬拉基書最後一本舊約聖經係公元前400年所寫成嘅，而呢份抄卷咧，包括有馬拉基書咧，係喺公元1008年咧，呢份抄卷出現。換句話說，原稿馬拉基書與抄卷相距咧，大概咧係1400年。好啦，咁你話爭咗1400年，咁可唔可靠㗎呢啲抄卷？咁啊，我哋好感謝神咧，喺1946年至到1956年嘅期間咧，喺中東嘅地方近住死海就發現唔同嘅抄卷啊。咁啊，有時候叫做死海古卷，又或者叫做昆蘭古卷，裏邊咧有好多係聖經嘅抄卷，亦都有啲唔係聖經嘅抄卷。喺當中咧就發現咗呢一個嘅喺呢個山洞入邊咧，佢哋就發現咗一個嘅抄卷。呢個抄卷嗱，呢啲係非聖經嘅抄卷或者係聖經嘅抄卷。咁而咧喺死海古卷裏邊咧，佢哋發現一個完整嘅以賽亞抄卷，就係呢一個影印出嚟嘅，係完整嘅，即係以賽亞書由1到66章喺呢個死海古卷裏邊咧，都係揾到嘅。你可以睇到咧，呢個咧我哋將佢咧係稍為比較清楚啲見到。呢啲係希伯來文嚟嘅，學者咧就俾佢一個名 1Q Isaiah A， 就係 Great Isaiah Scope 大以賽亞抄卷或者書卷。1Q 係代表嗰個昆蘭古洞個洞穴，第一個洞穴就係 1Q。Isaiah 就係以賽亞嘅縮寫，咁咧佢係 A 就係代表呢個係一個完整嘅抄卷。所以喺1946年、1947年咧，喺第一個洞裏邊揾到嘅呢份抄卷啊，係公元前1250到100年所抄寫而成嘅。嗱，我哋咧從頭先我所講嘅做一個
年曆嘅計算。嗱，以賽亞書寫成係大概公元前740到700年，即係當佢係公元前700年啦。以賽亞嘅抄卷用嚟翻譯中文聖經嘅咧，係大概公元100年。死海古卷嘅以賽亞書咧，係公元前嘅100年。咁我哋睇一睇相差嘅時間，由原稿即係以賽亞寫成嘅書與 B19 嘅抄卷相距係1700年，但係原稿與死海古卷即係以賽亞書第一個完整抄卷相距係600年，即係話原稿與 B19 相距1700年，原稿與死海古卷嘅以賽亞抄卷縮短咗到600年。而換句話說，相差咗1700年，而家縮短為600年。喺呢1100年嘅相距當中，死海古卷嘅抄卷同埋 B19 嘅抄卷以賽亞書嘅內容係一樣嘅，除咗有啲串法稍為唔同一樣，但係內容絕對係一樣。如果咁睇嘅時候，我哋可以講，今日我哋手上嘅以賽亞書，按住死海古卷俾我哋睇到嘅，我哋可以相信原稿係咁樣，因為另一個抄卷 B19 雖然與原稿相差咗1700年，但係因為呢個死海古卷嘅緣故，更加證明一樣嘢，我哋手上嘅以賽亞書係最初以賽亞所寫嘅。如果我哋中意呢個年份嘅比較嘅時候，我哋可以相信係上帝保守以賽亞寫成嘅書抄襲落嚟嘅時候，係得着好完整嘅保存。而咁嘅從呢個咁嘅睇法嘅時候，我哋可以話聖經係可信嘅。其實呢一度亦都要講一樣嘢，其實係神保守佢默示俾呢啲先知所寫嘅書一路流傳落嚟，喺我哋今日嘅手上邊，我哋可以好相信一樣嘢，聖經係可信嘅。唔單止可信，更加聖經係要指出點解上帝要寫佢嘅言語俾我哋，係因為人犯罪，創世記第3章，而佢係要透過彌賽亞或者新約叫做基督耶穌嚟去拯救我哋。既然聖經係可信，聖經要啟示俾我哋嘅救贖，亦都係需要我哋去信靠上帝。所以我剛剛咧就係用一個好簡單嘅睇法，係同朋友們咧去分享呢一個聖經嘅故事嘅聖經嘅可信性。好，我就停喺呢度。